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促成民进党内团结来拍年底市长之战，党主席蔡英文1号出面整合，嘛予黄伟哲伫咧昨下午发出声明，正式向着陈廷辉道歉。不过对手的阵营煞是一阵的口水，强调又阁是一贯抹黑了后，阁来切割手法，要来欺骗选民。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必选，到希望和解，因为提名失利的立委陈廷辉1号报突然伫脸书抛出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声明，声明当中是安尼讲的：针对初选期间得处于偏颇的言论发出批评攻击，造成陈廷辉甲团队伤害，感觉抱歉。对此，上午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口说讲，初选大家会使哪有可能和解，这只是表明利益。另外，市长参选人高书破假批评，这个是伊做出代志的切割，希望伊的团队爱用正派人。他讲这样的一个讲法哈，不是很有诚意啦哈。那第一个是这样哈，因为他自己又在做切割嘛哈。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这样以后，大家对于他们阵营讲出来的很多话哈，显然就不用给予太高的信用，好，因为他自己都认为他们自己团队啊讲出来的很多话是攻击抹黑的做法，好，所以我们是认为说他这整个团队包括他自己啊作风应该要改一改啦，好，他自己是不要一天想要切割啦，好啊如果要这样的话，你当初就找好的人嘛，好啊，第二个是你自己如果是这样，你自己团队的这个作风要改善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老是攻击之后道歉。好，所以他自己的责任是应该要找到对的人，比较正派的人啦，来做他的团队啊。第二个是他自己这个对于像出事以后一直切割啊，好这种态度，那不如当初就找好一点的人。根据了解，黄伟哲第2号已经证实，并且表示，这张声明是1号甲蔡英文总统以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讨论以后做伙拟定的。但是黄伟哲竞选团队内部却引发无同意见。电新闻本集连更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1号前往府城知名的沙漠咸糜店，向大众推荐台南好食的美食以外，并且甲业者交流，提出要来加强着观光的实力。首先要对改善交通来做起，同时也提出着要重建热兰遮城这项议题。台南市不只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咱的美食小吃嘛是世界出名。为了甲美食业者交换意见，1号这天，台南市长参选人苏焕智来到府城知名沙漠鱼咸糜店进行网络直播，向支持者推荐台南优质的美食，同时嘛提出改善交通以及重建热兰遮城的政见。台南的观光，我觉得要怎么变成一个国际级的亮点哦？那我们是认为台南的老城区的停车问题比较严重，停车跟交通问题要处理，就是说怎么样一个友善于观光客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运输，我觉得这是最优先要处理的。然后呢，停车问题没有处理，那也是会让老城区的这个卖点就在老城区嘛，那这些没有解决的，它这个整个观光能量就受到限制哦。那么另外就是比较大的卖点哦，那么这个台南作为文化首都的代表性是什么？那我们一直认为说，这个台南要有一个国际级的卖点。那我们认为呢，重建热兰遮城会是一个国际级的卖点。这个台南的历史啊，台南这个历史不是只有台湾的历史，它是一个大航海时代的一个国际史的一部呢。所以呢，重建热兰遮城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大卖点。也因为苏焕智的做人处事，甲家己的店的经营理念相同，对此业者嘛表达对着苏焕智的认同。这间店的精神甲大环境有一个非常相同的所在，就是始终如一。我这间店自71年前
阮的第一代做到即摆，阮就是对伊的品质管理，对伊的物料的管理，阮拢是真坚持安尼。像苏管长过去咧执政的时阵，那种始终如一的精神。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年底台南市员选举，因为国民党内有侪位议员无拍算连任，所以市党部伫咧提名18席以后，上午再公布精选3位新人来参选，希望以因亲近地方的实力来争取到选民的认同。伫大环境对国民党有利的状况，台南市党部上午正式对外小解因所征召的3名新人要来参选议员，包括新化区黄俊成、南关线江国民以及永康区李定国。会中3人都已经向市民报告因选议员的动机，为民服务的理念。注意嘛，强调，毋是因为大家对执政的民怨互因有机会，而是因拢长期亲近地方，希望替地方争取更较侪建设。大家都知道，执政党可以说做的民怨肃气哈。那么大家菜市也拢家己切起所以在各个选区，我们现在呢积极参与这次选举的同志呢，争取的人越来越多。当然不是寄望说执政党的失败，或是说寄生在民生痛苦，那我们就有机可乘，不是这样。因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3位同志，基本上呢在基层生根都很久了，所以国民党呢，在经过委员会的讨论以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征召的3位参选的同志。会中包括市长参选人高淑波嘛特别出面表达用心辅选，互因拢上履的责任。议员出会才分享选举无撇步，认真行就有。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加油！根据主委表示，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只有玉井区也未杀出人选，不过正积极甲无党人士接触，希望达到每一区拢无缺失的目标。而统计起来，国民党议员选举提名18位，征召3位，总共21位参选。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让社区的长辈会当了解国家推动长照2.0的政策，议员刘维英甲文人里长候选人谢伯勋首创全国伫咧里长竞选办公室来设立着长照咨询的服务，提供有风湿地的讲座以及体适能的课程，而且这完全拢是免费的，希望会当达到做伙照顾社区的长辈，达到在地老化这个目标。台南市文南里总人口数大约有5800多人，65岁以上的长辈有837人，其中有长照需求的大约有132位。对此，文南里长候选人谢伯勋为了让里内的长辈更加了解长照2.0的内容，特别甲议员吕维英、立委林俊宪联合服务处合作，伫每礼拜四上午10点到12点，伫里长竞选办公室提供里面社区长照咨询等服务。需要知影讲，伫长照2.0内底咱会当申请什么款的福利的，需要咨询的，请甲因拢报来遮啦，互即个专业的即个蔡治疗师会当安尼针对咱家庭的即个服务来做着客制化的一个咨询啊。阮社区应该有一个专门长照的专业的人来，互阮来访问较着，毋是临时里后要爱问阁问无着人，这就是阮要落实蔡英文政府咧长照2.0有一个4级的服务站。那目前阮文南里是无即个服务啦，有互人问的，所以讲我就想讲无阮就结合阮的长照的单位来，互阮每个我即马就是定伫迄种逐礼拜四透早10点至12点。有迄社工伫阮
我的服务处遮，互人做迄问答有啥物专业的所在，伊拢会甲你回答。另外，为9月份开始，嘛有邀请居家职能治疗师蔡正言，伫每礼拜二的暗时提供免费的预防失灵失智的讲座，以及体适能相关的训练，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学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会上午进行民政部门的业务报告，其中对着如何落实智慧城市、提升市民朋友生活方便性等等的相关议题，议员拢纷纷表达关心。为了让台南身心障碍人士伫交通顶面的障碍会当伫第一时间得到服务，议员林美燕以台北、新北拢开放手机视讯的专业服务为题，强调别人有，咱嘛会当学习。特别台南身心障碍者的比例是排6岛第2悬，更加有需求，所以上午透过研考会业务报告积极争取。在台北、还有新北跟桃园，他们又透过所有的视讯服务，所以他们有所有的视讯服务，甚至他们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就是如同我们在上班时间开放给我们这些身在语言这边有障碍的一些人。朋友来做求救，或者说协助他们的需要的地方。但是咱台南无啊，我们台南标榜的说，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服务做到更到位。林议员提到的这个，确实也是一些弱势人员他们比较需要的一些服务项目。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再来解决。因为除了照相的部分以外，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上网。那刚才提到的视讯的部分，我们再来积极来处理。另外，议员陈定也针对台南免费无线上网点，目前有3187位，不过这一冬来拢无啥增加，要求市府除了现有的前门商圈、行政机关等热点以外，卖扩大到社区关怀据点等长期照顾中心，互游客甲市民都当充分感受智慧城市的方便性。其实不管是观光的景点啦，就是游客可能来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社区。各区公所，就是民众常常去出入的地方，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再增加这个热点让民众其实可以更方便的可以去使用这些无线宽频的网络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主委这边在检讨。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大概是用中央的一些预算，把这些 free WiFi 给外面做一些使用。是。那另外在社区关怀据点的部分是由本府自行建制的，那等于是我们一个站的建制可能就要50万左右的这样的建制费用，所以也可能因为预算的部分，那如果将来说议员或者是议会对于这一块的关心程度比较大，我们也会配合我们将来的一些长照计划。在长照智慧，就智慧长照的部分，我们可能有 A、B、C 好几个点那些部分我们再来想办法，看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民间的投资，对，然后再把这些 free WiFi 来供给外面来使用。你讲到智慧城市，议员董品娥嘛要求市民开发行一定要调向网络申报，唔免个爱民众专工到区公所，安尼市民唔加有感。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为着让学生伫咧暑假期间会当有优质的休闲，特别举办了1000多场的青春专案活动。警察局1号伫咧台南市立棒球场来举行着职棒响应反毒购的活动，现场有警用的大型动机来设场，邀竞选的学生机队进场。内政部长徐国勇也特别代表开球，宣示政府反毒的决心。
台南市警局伫今年暑假主办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职棒上演反毒购活动，伊去暗时伫七里棒球场结合中华职棒球赛盛大举行。警方赛前伫棒球场外设有侪宣导单位，现场嘛邀请各关怀少年调查保护些对象总共400位，到台南棒球场观赏统一赛甲富邦悍将的职棒比赛。内政部长徐国勇嘛担任开球嘉宾，宣誓政府的反毒决心。我们提倡休闲活动，要让年轻人知道休闲活动其实才是真正健康的。那对于毒品，我们一定是拒绝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警政署跟相关的机关，我们检警调线、海关海巡。那对于这些毒品呢，我们是阻绝在境外。那我们要整个拦截在岸际，然后缉毒在国内，所以我们拒绝毒品是大家共同的努力的方向啊！所以我们要跟年轻人讲说，健康活动大家一起来宣导，然后一起来反毒。那我们警政署也有相关的安居专案，然后我们的青春专案啊，都是为了年轻人的健康青春。所以尤其棒球是我们的国球，所以我们提倡正当的休闲活动，大家一起来看棒球，然后一起来反毒。这就是内政部长徐国勇上任以后，首次到台南市出席大型警政预防犯罪宣导活动，同时嘛是台南暑假上大规模的预防犯罪活动。警察局长黄宗仁指出，今年青春专案对6月1号零时起3个月，以净化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防治青少年被害以及扩大预防犯罪宣导等3大重点。希望让青少年会当安心成长。台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良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玉超本着处之社会、用治社会良善精神，伫咧上午完成了一台配备完善的救护车，希望伊会当发挥功能，帮助医疗人员快速、安全达到意外现场来帮助伤患。坐上这台全新的救护车，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甲关证这台救护车的良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玉超，正式启动着这台救护车，要来开始以救人的神圣任务。对着良丰企业的董事长林玉超的善心，市长也表达了12万分的感谢。除了企业的经营成功，林董事长也非常的热心公益，所以对咱警政、消防。同仁的福利非常的关心跟推动也担任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单位的这个理事长的这个来推动警政消防同仁的福祉。危险分队这边的这个救护车已经老旧，功能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呢他真的也慨然的这个捐资啦其实这台就爱260几260几万的这个，因为里面包括除了车体，还有里面的很多的配备，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个可以让危险分队未来在执行救护的任务可以更加的这个可以说是如虎添翼。良丰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玉超，伊认为行善回馈社会是伊应该爱做的代志。嘛表示已经伫咧等待并规划要来赠送后一台的救护车。百忙之中有时伫路边发现也好，甚至伫我工作门路口，我就看到好多次的车祸。有时消防车伊是非常的缺乏。如果若有较侪消防车呢，来急救呢，一寡宝贵的生命可能就救了我。若如果这个消防车若果无够的时呢，有时宝贵的生命怎么办？所以这引起着我伫小小事业有成就的时阵呢，我就有这份念头。我定咧讲，趁伫社会，咱就用伫社会。林玉超董事长嘛，希望家己的善行义举，会当互更侪人重视救护人员的专业需求，并进一步吸引更侪人关注爱心。帮助台南市将救护的工作做甲更加完善。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为着让视觉障碍音乐家有一个发挥的舞台，市府甲台南市幼民视障协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台日视障音乐交流会，
希望借由这场特别有意义的音乐交流会，让市民朋友会当听到无同款丁厝的生命所传出来的音乐力量。这场台日视障音乐交流会由台南市政府甲幼民视障协会共同举办，将伫咧8月12号在南畔梦时代5楼的梦想舞台来举行，采取免费售票入场方式进行，也欢迎大家会当踊跃前来参与。那让视障朋友不会说都在家里而且他在家里也有一个可以有一个类似包括音乐包括相关的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个寄托，或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成长那也可以走出户外跟大家一起来展现他平常练习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再次的也祝这样的一个活动顺利成功，那么也鼓励各界大家一起来参与来支持。我们这次有邀请从日本来有4位市长的营业家，还有我们这边有怀义祥，还有周金花那个古筝家，还有我们的张子英，他们会在8月11号跟我们在高师大有一个演奏会，还有我们12号下午在南管中心有一个演奏会，希望通过这个内容就会让社会大众更了解视障者的音乐方面的天赋，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交流。世界有障碍朋友因为目睭无法度清楚看到物件，也因此无论是伫咧生活或者是做工课，拢比一般的人较困难。因若是要学音乐，就必须爱靠着点字的乐谱，才当正确识识到歌曲当中的每一个音。也因此，这届台日视障音乐交流会，同时嘛招募着电子翻译的志工，希望借此会当帮助更侪视障朋友。咱的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休热期间，真侪人拢会选择到海边耍水。不过，医师提醒大家，美丽海洋嘛是有真侪看袂到危险。其中，去予水母咬到以后，皮肤干要如何来预防，并且第一时间要如何急救，相关的知识，咱即马做伙来了解。画面上所看到，就是因为接触到无同的水母所造成的皮肤炎，当然有起疹、起水泡，冒严重会有规身躯的过敏反应，甚至造成喘气困难、威胁生命拢有。不过因为传闻伫空喙抹料、抹柠檬汁，或者是酒精会当减轻痛痛，所以医生除了做出定清，也提醒第一时间爱用大量的海水冲洗。需要也是要到皮肤专科治疗才妥当。水母皮肤炎呢，在坊间呢常常都有提到，可以用尿液啦、氨水啦、柠檬啦，湿敷在这个被水母喷到的地方或者是鞭到的地方。实际上这些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甚至呢有文章指出，如果今天用氨水或者是尿液用在水母皮肤发炎的地方，甚至是会刺激那些触须释放更多的毒素，造成更严重的反应。所以我的建议呢，还是遵照皮肤科医师的指示，看要怎么样擦外用的药膏或者是口服药，这样子会比较正确。另外，医生嘛提醒如何避免水母皮肤炎，除了免疫力不好，有空喙唔通去海边耍水，而且风台前后1礼拜嘛唔通靠近海边避免接触到有源也有毒性的水母触须。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温度28度至32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谢谢你来收看到8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